新春完的时阵，或许对付前人个咱诶跟随啦吼，我或许台语唔知要哪管哪行，讲等下讲唔对，就是跟随咱付前人个咱真点传师随驾吼，做伙来去泰国。其实讲去泰国或许无讲，唔是开放啊，因为泰国诶，咱较早前人辈吼，咱诶迄个前贤们啊，付前人个足侪前贤拢已经开放好啊嘛吼。泰国吼已经算足成熟诶道场啊啦，吼，咱道场有4、5间嘛，所以去到遐是真正是去到遐感觉讲是伫台湾安尼啦，只是语言不通尔啦，吼，啊，不伫遐环境足好诶，咱伫遐毋免烦恼要食要大，拢毋免烦恼，吼，要出门啊吼，前贤因拢会带阮出去老老嘛，办桌还是访亲啊，拢毋免烦恼。啊，或许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拄仔咱。爱上无同咱华人的简经理，是毋是阁有去到印尼？吼，去开荒，去飞大。啊，搁咱河城的，咱的迄个蔡经理，阁有去到对槟城，马来西亚槟城，去足远的。啊，但是候选这一趟去真的收获很多，迄真正叫做开荒。候选即届对咱点传师对咱付钱人出去，才知讲啥物叫做开荒。较早常常听付前人讲会唱迄条叫啥物？啥物心啊？天边一粒星。天星我问你，渺渺想无啊？较早付前人去泰国的时阵，讲路不转嘛，或许较早无感受，干那讲去到泰国会知影讲，无法度听无啦，啊有喙袂当讲就是袂晓讲泰语嘛，啊有手袂当写，袂晓写泰文嘛，啊，去到泰国就有这种感受，但是因为有前贤带着，有咱点传师、咱付前人，甲阮带来去，所以咱无感觉安那，搁有翻译啊，搁有阿六顶的会晓翻译，所以去到泰国，咱真正去度假，真正或许是讲一句话，去度假虽然做板德啦，但是去到印尼，去到我们的槟城，或许才知道什么叫。开荒，或许尤其最敬佩我们的蔡经理，为什么？一个昆德，昆德点传师，带一个人才，带领你，带处长吴处长做伙去开荒，一届拢轮啊伊去遐阁有每个国情无共嘛，会当去的时间无共，结果讲去槟城会当1个月尔啊出入境阁足麻烦会甲你问讲，你为啥物定来？你是？来遮做生意也是安那，会互问啊，迄出海关都会问足济啊，因为你太频繁出入了嘛，对无你常安尼出入，啊来1个月搁转去，来1个月搁转去，所以这嘛是一个考验啦，但是呢，我们去那几天我们后来再讲心得，再分享，就是说到泰国啊、印尼槟城心得的时阵。或许就做会后，咱迄个蔡经理，咱迄个陈经理啦，咱付钱人嘛是拢来赞叹。咱迄个蔡经理讲，无啦，虽然或许是一个昆的女生你看我是一个弱女子呢，毋过咱的自信是无咧分查甫的查某的，对无？有做有讲无？对无？他当初六祖去那个要去到五祖那个黄梅的时候，要去去黄梅对去到遐要去求五祖要收他为徒的时阵，伊讲啥？伊讲人有分南北，但是咱会啥？咱会有信无分所以是毋是咱点传师就是伊知影讲？我即摆是要去办信书的，我毋是要去开荒的，所以伊无家己的迄个当作讲，我只是一个弱女子，袂敢讲我就是查某的，我袂使啦，我逐项拢无法度做啦，伊袂安尼想，伊知影讲这任务来啊，伊就爱安那爱接受，伊爱去挑战。咱去到遐才知影讲咱出去，咱当作安尼。虽然咱去住到去行看看，可是咱的心情是安那轻松的呢。不过咱点传师哥，咱迄领人因的心情是安那，是为着要去度人，对无？所以咱蔡经理嘛，带或许带咱一
为台湾来的前线吼，大家出去行行。阮去到一间叫做讲槟城足有名艺术街啦，迄有一个脚踏车吼，一个女生在，就是讲骑脚踏车，迄就一个艺术画一个图而已啦。啊，大家去拢会伫遐翕相啦吼。啊，阮去到遐的时阵，阮想讲，既然咱嘛出来啊吼，啊无行行，老会看遮有啥物所在会当行，阮就一直行，讲记得这边马来西亚这边槟城这边是海边哦。我讲啊无，阮来去海边啊行行的吼，我们就往另外一边走。结果走过去，哦，好像是真的是在寻宝一样，真的让我们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信州桥，遐人全部拢说州啦，周前人的州，啊，咱拄遐有一个保安宫，咱就伫遐看到有一寡迄个。伊讲因是西周子孙，讲即个是西周的新妇，吼，咱就安尼在家抬杠，咱就知影讲，你去到陌生的地方，爱去导览嘛，对不？好，那就1次2次就这样子，后续我们就跟他们稍微聊一下，无讲伤济，就是大概认识一下，哦，问讲对来的，讲阮台湾来的，阮来佚佗的啦，电传是讲。阮无讲来要办得要创啥啦，就第1次就大概跟他聊一下，后来那个蔡经理说他还有在跟义如浅显他们有隔几天又再过去找他们，所以要开放要导览，敢有遐简单？唔是讲我今仔拄着伊，我就随甲讲，来，我带你来佛堂，你着拜拜，人就要对你来。去到一个所在，人生地不熟，敢有遮尔好度？无可能。对无？无可能嘛！是拄则刚叔讲的，伊去义诊啊，迄人家是使遐久啊，拢互伊迄个义诊遐久啊，人拢无信任你啊，你搁伫国外，人敢会信任你？讲你毋知台湾来要创啥，毋知是要来甲我诈骗集团还是啥物？有可能无？有，所以伫国外要开放有较困难无？有，所以咱各位前线，咱。有时间的人哦，有机会一定要对咱电传师出去行行。咱简经理伫迄年哦，因缘嘛足好的。其实咱蔡经理遐因缘嘛足好，即摆有一组迄少年的要来培养要读经啊，因为一定要从国外一定要开，就是弘扬我们那个孔孟的那个文化，就先从读经开始。咱简经理遐一年因缘嘛足好，咱去的时阵有一个南新单位。所以广结善缘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付钱人电传师跟南新单位的很多电传师都是非常的熟悉就有南新单位的一个地摊主，甲阮载天载乐哦，阮住伫因迄社区拢讲迄叫做富人区啦，就是白中安尼啦，就拿咱中夜一庄，啥物下夜一庄，啥物4年安尼一庄安尼，因迄阮住伫外口遐的饭店。伊拢逐工拢咧甲阮载去载乐哦，无共单位哦，南新单位，毋开大迄天哦，伊搁带人来求道呢。迄精神有好无？好，因为道是一样的，无，迄是阮即摆要分啥好管理尔啦，无迄道拢嘛共款。你较有缘，你着来到爱上，你今仔日甲和尚较有缘，你着去甲和尚，对无？你甲南兴诶。较有缘，你着去到南新单位啊，对无？咱家己和信等较有缘的人，就来到遮，对无？所以道拢共款，只是咱拢是咧办即个道，所以各位前线，咱若有时间的人啊，真正爱安排你讲电传师讲要去泰国啦，要去印尼啦，还是要去迄个槟城，拢会当对咱随驾咱电传师会当去开放，会当去助道，好无？有机会大家做伙来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再请音控组帮我们放那个《弥勒救苦真经》，我们现在要来诵经，等一下要回向诵经回向。